高雄市泸州交流道底下嘅台糖新野农场有240公顷案发，本单系种青菜、西瓜嘅优良农地。2006年，台糖公司批下彭正英嘅台湾南大投资政策，屯新野农场标本民间企业来做工业开发，现时已经标嘅60.1公顷，本6间工厂，而标本以内30年安久。其中，正南铁线公司替新野农场申请为矿场，向前受骗的也工厂生产过程当中产生嘅酸污囤废水，被污染到农地囤二盐海。人海头摆有人喊佢做台湾的武良宫。1970年代到2000年代的初期，人海东岸结节集中的旗下8间的非五金废塑和个提炼的工厂。二仁溪在过去20-30年前，它是废五金处理的区域哈，所以废五金业相当的集中在河口的区域哈，所以在那个区域的河岸有很多的废五金电路板。30年来，工厂处理过非五金的有毒的东西，韩国全新的化学溶剂，全部处理就直接流到河坝肚去。人海唔单将系台湾三大污染的河坝之一，还被人列做系全世界重金属污染最严重的河坝。那个时期的河川，它污染的相当严重，然后那比如说这个到出海口的地方哈，那个水哈就有点。这样黑黑的哥哥还会冒泡哈，那显然是一个非常极度厌氧的一个状况哈。那我们也在2002年也做了生态调查哈，在河口的区域大概只有看到4种鱼种而已哈，这个鱼类的种类也相当贫乏，也就是比较污染指标鱼种才会存在。从去参加正式工作的从容太后的教授冯庆怡就讲，佢当时人海下节。中和的韩国向的长期受到重金属的污染，对环境造成侵难皮肤的伤害。安尼出名，一直到2002年，政府宣布今年后国家河川政策年将有的改变。二仁溪是台湾比较污染的河川哈，那在2000年之前，其实就列为的，可能有的时候它是。整年度里面污染最严重的一条河川，哈，那所以在2002年的那一个政策下，它是一个列为重点政策河川。13年来，政府因增加人力和个钱，花了30亿来做政策，也下人海的水质渐渐的变好的，下节向的和个农业嘛开始降回去的。我们的水都直接从二仁溪那边过来的，我们这边包括。湖内地区跟那个茄定地区总共差不多有1200公顷，都靠这个二仁溪这边的水在灌溉，它养殖也是一样。就喺这个时节，高雄市政府沙洲2006年行之年的台湾南投资政策，准嚟正南铁线工厂喺高雄市泸州、韩国阿莲、甘基嘅台糖土地新野农场嘅开发许可。当年呢？行政院长苏贞昌就提出了一个叫大温暖大投资计划，其中有一个项目是要释出3385公顷的台糖土地，这些国营就是等于是国营会主管的这个台糖的土地释出是最方便。那新园农场当年是预计要释出200多公顷的土地，就是做3000多公顷的土地里面的其中一环。那后来呢，先期开发就是6家厂商，其中这次争议中的正南就其中一个。正南它在做螺丝跟铁线，哈，那应该是属于金属表面处理业，哈，以它的废水的特性，哈。它的废水属于比较酸性的，它因为酸洗的过程，哈，它会去洗这一些金属，哈，所以有一些重金属啦、铁啦，哈的一个污染就比较高。基本上重金属它是会累积在我们的环境里面的，它会沉降在不管是河川的底泥或者是农田的土壤里面。那如果说重金属就是浓度太高的话，其实那个地方它的河川或者是农田，它其实是没有办法种植。喺台糖嘅土地上，開開純色嘅工廠，附近嘅人非常嘅少。
马证明审查尝试係沒有問題呢。因为我们到去年的104年的3月底，我们才知道那个经发局那个给他的核准开发许可了哈。环境影响竟然是在103年的4月份就已经通过了，这段时间1年之间我们都不知道，甚至说也不知道它里面要做高度污染的酸洗工厂。自救会是从104年4月份，当我们知道糟糕，经发局已经核准开发许可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自救会。既然正南铁线它是依法提出相关的一个计划书，所以在审查的过程当中，不管是府内部的审查，或者是专家学者的审查，一定会去比对，它是跟这个南部的区域发展是不是有相违背的。那经过审查的结果，既然是通过，表示在这边设一个产业园区或去做一个相关的生产制造，它跟我们的一个区域计划其实是不相违背。这个水源者就是灌溉阮这个迄落啥，这个乌来区、嘉定区，就是拢所有的水源，就是按照这个这个图抽水站遮抽开，抽去灌溉阮那边，阮就是拢客家的水，如果这个水若受污染，规个嘉定乌来乡。就差不多这养殖业就差等于爱拢无去啦。依然係這麼簡單恢復到轉去嘅，政府按嚟做，用此業者就親手，比起就冇這個發生。我感覺政府嘅政策非常嘅矛盾。因為他們為了要整治這個，花了那麼多錢，然後為了1間工廠或者2間工廠的話，又要毀掉他們辛苦經營起來的成果，然後又要毀掉這麼多1200公頃靠這個2人溪在生活的人，那是真的是很矛盾。同時，農場用隔壁嘅包含阿蓮、韓國露珠，它又有2000公頃嘅天天農業皮控嘅農民，出特少相關韓國通嘅係用喺好好嘅田去變做工業皮喏。回到家鄉做農12年嘅車苗孫就講，通過污染嘅工廠做連沙，就親像田後賣嘅地雷用嘅。我们的农地非常的脆弱，一旦受到污染，就没有办法恢复了。如果要恢复的话，必须要20-30年，甚至40-50年那么久。那你看，一次的污染就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那是不是我们在地的人所能够承受得起？唔好，爱好是怎么？伊这算农地农用啦，这个种就要食啦，伊怎变工业地？这个物件就是讲咱人伫过日的迄落啊，对不对？食3顿的迄落啦，你到时讲拢无，你嘛是讲人家开工厂嘛是无路用，对不对？嘛是。对啊，也无太久的土地啊。所以农场的开发有几点矛盾的地方呢？第一个，它原来是台糖的农业的土地嘛，那这个近几年来，虽然不种甘蔗，但是有香瓜啦、西瓜这些产业进驻去做这个农耕的事情，所以它也是一个农业使用的状况。第二个是这个新园那边的水会往北从营前排水排入2人溪，如果有污染的行业或者任何行为会产生毒性化学物质，但都会潜在的对灌溉用水的水质产生影响。照正南鐵線公司嘅環評說明書來看，未來長期1年會生產大約38公噸嘅水污，1年會有900公噸嘅廢水，影響嘅範圍可能會擴大到其下1000公頃嘅田丘和個五污呢。為了保護土地和個生存權，新年農場順行嘅中路、中年、下行嘅記憶裡聯合起來，只能自救費，其下擺向市政府和個廠商表達不滿。104年5月18號呢，我們有去高雄市議會，然後跟市府陳那個市政府這邊跟陳局市長有去跟他做陳情的動作啦。然後陳情在議會總質詢的時候，他自己也表示啦，他會高雄市政府這邊會嚴格把關啦，然後叫正南鐵線這邊自主管理啊。講這個話真的是有一點太離譜了。在地嘅居民質疑嘅係新年農場嘅西南片
就有公山、本竹、永安、云城也條工業區，韓國陸續開放園區，因為鎮南唔愛睇工業區開工廠，實一天愛睇台糖的土地項難愛開辦咯。台糖土地这边啊，它是属于建筑啦，它在那个计划书里面他自己写的啦。它这边3年的时间，然后总投资金额是23亿啊。他投资23亿去本州工业区根本买不到他现在所要的土地的范围，就是这些财团就是图利。對外嘅義父韓國受理，鎮南鐵線公司應承講一定會盡力做好廢水嘅廢數。高雄市政府嘛強調會嚴格嚟監督，為業者做好自主管理。我這就是算說呢，唔是電動都冇關係，甲恁報其實啦吼，即賣科技較早就無共，這個物件是足簡單的處理，因也唔是當我叫你做，公山落地來做，看上就落30間20間。鎮南鐵線在送環評的一個過程當中，市府這邊開了2次的專案小組，那也開了1次大會。那在相關的一個審查當中呢，除了說要求它的水要回收90%之外，將來他們營運的時候呢，會把他們的污水排放的檢驗報告公開在大門的門口。那民眾有疑慮，他可以去採水送去給專業單位檢驗，如果超標的話，他們願意負責。它的這個酸洗製程的這個處理的排放呢，其實它已經有一個廠是有用類似的製程在營運哈，那它所提出來的數據都是遠低於這個法規的標準值。不過公民團體認為，重點冇應該變壓體，廢水嘅廢處理有一道，係廢水本來就冇應該流到公開嘅水準去。台灣過去因為發展這些工業，其實已經付出很高的代價。現在廠商他號稱說可以回收90%，可是還是有10%啊，10%流下去還是農田，還是那個養殖漁業的用水啊。請問台灣人民要不要吃由酸洗液這個廢水灌溉出來的稻米跟養殖的魚蝦呢？這個是一個非常簡單的邏輯嘛。你怎麼可能把這種工業廢水拿來放到這個灌溉水裡面去？冬天人最少嘅係，也條重工業嘅工廠會對點多面喺180公頃還冇開發嘅台糖農地項引開引導。如果鎮南可以電路酸洗，其實居民更擔心的是，那是不是之後其他的這些工廠，他們也都，比如說天生本來不要做電路酸洗，要看鎮南可以，那我也要，我也來說我要做到回收90%。高雄市的擴建產業大概佔全台灣的3/4的部分了。那出口的部分當然是岡山地區是整個是一個重鎮啊，提供了就業機會也不少人啊。工業嘅開發可能會比農業提供更加多、更加多嘅產業機會，韓國經濟嘅發展。不過對土地造成嘅嚴重嘅污染、環境嘅負擔，也就看唔到嘅成本，但牽涉數到政府嘅重視。台糖新園農場嘅開發唔係個案，台灣已看到台糖嘅農地變做工業用地，造成河壩環境污染也就問題，係咪有可能停下來呢？5月1號要正式實施國土計劃法，我們希望要透過這部法的機制呢，去把功能分區框得很清楚。那台糖的土地以後會編到農業發展地區，那以後的農業發展地區，除非透過通盤檢討，就不可以再輕易的變成工業區的土地。台灣長期就係看重工業，冇重視農業。台糖嘅土地又係經濟鋪蓋呢？同一度就講愛發展經濟，將農地變做係工業用地，為了運用嘅有效嘅利用土地，來確保永久有安好嘅環境。愛好好嘅土地，農地農用，靠啱縣政府未來對國土規劃嘅國土韓國決心。